后来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新北市要严格来执行着防疫的规定。若这个台北市甲新北市疫情扩大，双北市是同步来宣布，明仔载5月18开始到5月28，台北市甲新北市高中、高职、国中、国小、幼稚园以及补习班甲安亲班课后的照顾中心隆重停课。劳工家长若有12岁以下儿童，或者是国高中以下身心障碍的子女，需要照顾者，会当来请防疫的照护假。透无听到囡仔唱声，大家拢真关心疫情的变化，阁有真侪军方人员、化学兵伫消毒出入入。因为龙山国小刚发生群聚感染的广场街地点也是厝边，台北市政府伫昨晡暗啊，向宣布放假疫情热区，包括龙山、老熊、双园、英桥4间小学停课1礼拜到5月23。龙山国小规个早起，干那一个家长来摕囡仔物件。用酒精喷过了，才甲摕上车，因为摕心吊胆，毋若这4间停课的小孩家长，像附近的北市台附小、南门国小，这拢是学生真侪学校，真侪拢是跨区还是跨县市来伫读的。台北市甲新北市早起紧急加码宣布讲停课部分学校，上北包括高中及国中小学、幼稚园补习班、安亲课后照顾中心，拢停课到5月28，停课无停学，伫厝透过电脑线上也是自主学习。至于有一些国小、幼儿园的家长因故无法在家照顾，我们学校端会提供到校的接受照顾服务。和抵抗力较无遐强学生，拢伫厝内防疫。上班的家长会使请防疫照顾假，头家应该准假。双北防疫抗战已经开始啊，校园内面暂时有一段时间会无学生。